经费对倒来。事实上，在咱看真清楚，因伫大学内面咧教册，因所摕的是中国政府拨予因的教育的经费。啊，事实上也因为安尼，所以因啥物货会使讲，啥物货袂使讲，因家己心内有数。当我甲伊说明新学院和教会的关系了后，因大家也敢若亲像了解着足侪代志，然后比较搁较明白到底基督教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咱台湾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伫台湾的教会，事实上甲新学院的关系真正密切。虽然新学院的老师爱去到伫教会来保持即个集体的关系，新学院也需要众兄弟姊妹的奉献关心。但是事实上，若是在伫今日咱即段经文来看，这拄啊好亲像是保罗咧甲哥林多的教会咧讲的，因为咱有诶遐较不有诶，要来补足遐个善香诶。遐善香诶人，事实上虽然可能伫物质上善香，但是可能以后其他的部分会通来帮赞遐个伫物质上较好起来的人。我本来想讲台湾新学院已经真善香，但是我想咱真侪人知影，咱差不多伫10年前，咱开始去到伫缅甸的华人的教会，伫遐甲因做伙合作，也帮赞因伫遐的教会。当咱去到伫迄个缅甸的教会的时，咱会真紧的发现讲，当然大部分的缅甸的人，拢比咱台湾人较善香。啊，伫迄种情形下，当然因的教会、因的新学院也比咱搁较善香。过去捌有缅甸的少数民族傈僳族，因的新学院的老师来到伫台湾新学院做学生，读新学硕士，毕业了后，倒去伫遐做因的副院长。阮有一摆拄啊好去到伫遐的时，阮就找机会去甲伊谈。啊，所以即个副院长真客气，请阮入去到因兜伫遐坐。当要入去的时，当然毋是讲真意外啦吼，但是要入去的时，嘛是还佫感觉讲。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因为伊的厝甲其他缅甸的人的厝拢共款，就是迄个草厝啊，用竹围啊、用竹排啊所搭起来迄个厝。啊，所以伊真热心，请阮入去坐，阮嘛入去坐，啊，伫迄内底开讲。开讲差不多20分钟了后，即个老师去想着讲啊，爱去饲猪，因为因的新学院经费有限，所以呢，老师有个人负责这项，有个人负责迄项。伊就是爱负责饲猪，啊，我问伊饲猪要创啥？伊讲猪若饲较大只，圣诞节的时就通杀，啊，就通全校的老师学生有猪肉通食。这互我想起讲，我敢若细汉的时捌听过咱的长辈咧讲古早的代志同款，但是对于因来讲，迄是每一日的生活。啊是共款的即种情形，我想咱中间有真侪人去到伫缅甸，咱做伙伫遐宣教。咱也知影讲，因学校逐项拢非常的有限。当我去到伫缅甸，开始甲因伫遐做伙合作的时，我感觉事实上一方面讲起来是咱台湾的教会去甲因帮赞，但是亲像今日保罗即段话所讲的，嘛无拄拄是安尼啦。因伫遐教会基督徒、新学院老师迄种的委身、迄种奉献的精神，来激励着咱对台湾所有去。或者老师、学生、甲教会的兄弟姊妹，今日保罗这段经文，事实上总共讲到3个教会，一个是马其顿，一个是今日接这张批的哥林多教会，但是因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奉献予耶路撒冷的教会。马其顿，当然今日咱这段经文无读，但是较头前甲读后壁拢有讲到。因为咱安尼讲是对耶路撒冷的教会，伫迄个时阵，因有拄着饥荒。咧伫使徒行传有一个先知阿加布已经有预言，所以因提早知影讲将来耶路撒冷会拄着饥荒，所以因就将即个消息互所有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因知影即个消息了后，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甲奉献，因就已经完成。即个奉献的钱摕去到伫耶路撒冷来帮赞迄个真正送香的耶路
想象伫古代一个所在也拄着全面性的饥荒，大家人会非常的散乡，散乡甲甚至连饭通食都无。马其顿即个所在讲起来毋是较好业，无因嘛是小常是农业的社会，但是呢，因为因知影讲福音所传来迄个所在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拄着饥荒，所以因愿意将因落地仔内底的钱欠起来，啊欠1年的时间，大家奉献出来，互因将当工将即个钱炸倒去到伫耶路撒冷。今日保罗写这张批互哥林多，咱通知影哥林多事实上是一个海港，啊一个海港的所在，咱就知影讲伊有商业，甚至呢伊有真侪的贸易，啊因为有商业，所以呢因这个所在讲起来是较好业的教会。哥林多这个教会虽然伫物质上好业，但是呢这间教会也有袂少的问题。咱来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咱就知影讲因内底有分党结派啦，啊虽然有的人真有温数，有的人也有学问，但是呢因这人因为因伫灵命顶面抑阁无有真正成熟，所以保罗捌讲，我看恁较亲像是属灵的囡仔，较毋是大人。我看恁敢若亲像囡仔食奶，但是迄个较成熟、较深的信仰的道理，因无了解。虽然是安尼，保罗写这张批互哥林多的教会，甲因讲，马其顿的教会，因为着耶路撒冷的饥荒，因也已经拢奉献啦。所以呢，当我仰望咱哥林多的教会，会通为着耶路撒冷的饥荒，咱也来奉献。保罗伊面对着这无共款的教会的困境的时，伊事实上先爱信徒来认捌对耶稣基督的认捌。所以伫今日所读的第8章第9节安尼讲，恁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来好业，为着咱诚做颂香，要互咱对伊的颂香来诚做好业。耶稣基督本来好业，因为伊是上帝独生囝，伊本来伫天顶，伊毋免为着咱世间人的颂香，为着咱世间人的罪来到伫这个世间，但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为着咱，伊出世伫马槽，为着咱，伊出世伫咧一个真正普通卑微的家庭，然后伫遐大汉，然后伫遐来传福音了后，最后死伫十字架顶。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独生囝，伊本来不有好业，但是为着咱世间人来变做是颂香。咱知影耶稣伊伫这个世界上，当伊咧传道的时，有人讲要缀伊，耶稣甲这人挑战，孤儿有空，卖鸟有收，独独人怎啊啦？无看头的所在，连困的所在，连要一个安歇的所在都无。但是耶稣基督用伊的疼来，互咱了解天父上帝对咱的疼。所以保罗伫遮咧所讲的好业，毋是物质上的好业那尔，伊所讲的好业是包括遐耶路撒冷的信徒，因虽然是物质上是颂香，但是信仰是对这个所在开始传出来。所以也因为安尼，耶路撒冷的教会会通讲是因正教会的母亲。所以因为安尼，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因拄着饥荒的时，保罗仰望遮个伫物质上好业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会通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伫教会内，咱拢学习耶稣基督对咱的疼，咱用安尼来互相相疼。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因为基督的好业，互咱本来颂香，咱会通诚做是好业。伫第8章第1节，保罗伊安尼讲：兄弟啊，阮将上帝所赏赐互马其顿教会恩报恁知。伊伫遮虽然是写批互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伊要互哥林多的教会知影讲，马其顿伊是安怎来奉。马其顿的教会求愿互因伫遮的恩来三甲有份服侍圣徒。
也就是讲，马其顿伊家己主动，当因得到这个耶路撒冷饥荒的消息了后，因家己主动要愿望会通参加伫这个奉献的服侍内面，而且保罗安尼讲，因大声甲因本身奉献予主，也对上帝的旨意奉献予阮。什么意思？咱所有的奉献，包括咱伫教会中所做的服侍，包括咱金钱的奉献，这所有的奉献的根本，是因为咱将家己奉献伫上帝面前。所以咱咧祈祷的时，咱通常会安尼讲。咱是将一部分奉献倒去予上帝，代表咱对上帝的奉献。所以咱所有所得到的，咱的日常生活，咱所有的收入，咱的生活，咱的健康，每一项代志，事实上拢是上帝赐予咱的。咱若做上帝的管家，咱做上帝的奴仆，事实上应该全部拢是上帝的。但是伫礼拜中，咱用一部分的金钱。咱来奉献倒去到伫教会，这是代表咱对上帝的奉献。所以保罗伊伫遮讲起马其顿，因已经将家己本身先奉献予上帝，而且也将金钱来提出一部分要奉献予耶路撒冷的教会。亲爱兄弟姊妹，奉献虽然是真简单的道理。但是伊嘛会通讲是一个真正深的功课。马其顿因的信徒是大声将因本身奉献予主，也对上帝的旨意奉献予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马其顿因为因领受着耶稣基督的疼，而且因知影这个疼是通过耶路撒冷才会第一代，也是讲上介早得到福音的这个信徒所得到的，所以愿意将这个也来回报予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敢若亲像咱伫台湾的教会，我也看古早咱的长老教会的历史内面，真侪人因伫马街博士传福音入来了后，当因得到福音了后，因的生活得到上帝祝福，有诶渐渐变好。这个人因领受着上帝遮尔大诶恩典的时，并且非常的敬虔，因有诶就开始将因的囡仔号名，拢号迄个是信仰内面的名。啊，不但是号信仰内面的名，古早的人生囡仔较侪，因有诶拢伫咧生囡仔的时，拢甲上帝下愿，讲其中一个要奉献予上帝。当然，全部拢是上帝的，其中要奉献予上帝是意思讲要做传教者。啊，当伊讲其中一个要奉献予上帝做传教者的时，还佫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讲因伫古早迄个时代做传教者，生活非常的艰苦。所以呢，当因若这囡仔内面真正有人要正做传教者的时，这老爸会将其他所有的囡仔拢叫来，啊，伊讲恁的兄弟某某人即马要去读神学院，要做传教者。恁这爱做伊兄弟姊妹的人，爱安那？将来爱支持伊的事工，支持伊的生活。过去我捌伫教会史内面读到这段，但是真趣味。当我咧读台湾神学院，阮同班的同学内底，其中有一个，伊就是安尼。当伊开始要对大学部提起，要去读大学部的神学院的时，伊的老爸就将伊的兄弟姊妹拢叫来。讲啊，咱兜啥物人要去受上帝的调，要去读神学院，请咱其他兄弟姊妹将来有一日，啊，咱开始咧趁钱的时，咱来支持即个咱的兄弟，来互伊会当伫生活上无有顾虑。亲爱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信仰，因为咱若听传教者亲像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啊，当然，像我甲我讲的这个，就是因家己亲生的兄弟姊妹。所以，咱来听传教者亲像家己的兄弟姊妹时，咱当然会愿望咱的兄弟姊妹虽然已经去做传教者，但是伊伫生活上无有欠缺，毋免为着生活上的代志伫遐来操心，伫遐来烦恼。毋是干那是一个家庭，
事实上，咱若看规个教会，我意思是讲，规个整个的教会，大家拢是兄弟姊妹时，咱应该嘛有相款的精神。所以若较不有诶，伫物质上较不有、较好野诶，因应该来帮衬遐个较欠缺。伫过去，我高中诶时，我着得到上帝的召命，我知影上帝爱我做传教者。我甲我的老爸讲，我要去读神学院诶时，我的老爸伊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伊迄个时阵信仰毋是真正清楚，普普通通，所以伊无真正非常的支持。所以伊甲我讲要去读神学院，将来再搁讲，因为伫伊的认知内面，迄个时阵其实是搁较古早以前，伊的认知是有一寡人考无调神学院，才去读，考无调一般的大学，才去读神学院。所以我的老爸甲我讲，我希望你毋是亲像安尼，所以你爱认真读册，考大学联考，然后读完一般大学了后，将来若是你真正清楚，上帝爱你行即条路，你迄个时阵才去读神。当然，伫迄个年岁，我就顺服我的老爸的意思。但是我的老爸大概无拍算，我考试的时去考到东海大学。伫阮迄个时阵的东海大学学校内底有真侪非常好的基督徒，才会教授。所以呢，阮当考入去伫东海大学了后，阮就常常互人招去到伫教授的厝里，伫遐来查经，来参加查经班。所以伫迄4年的中间，我信仰阁继续进步，受到我的小组查经班的老师真好的培养，受到迄个学长的培养，阁较坚定我要读神学院即条路。感谢上帝，后来上帝改变我的老爸，伊家己伫信仰上也进步，所以伫我后来东海大学伫要毕业的时，伊就无亲像当时遐尼反对。但是我的老爸伊嘛真正明白甲我讲，因为伊是真侪岁才生我，我头前一个兄哥，伊真侪岁才生我，到我大学伫要毕业的时，伊早就已经公务人员退休啊。所以伊甲我讲，你若要去读神学院，事实上爸爸已经无啥物钱通去支持你。我甲我的爸爸讲，不要紧，我相信上帝一定有伊的引带，上帝也一定有伊的陪伴。就安尼，我去读神学院。上界趣味，我即马甲回想起来，是当我去读神学院已经到第2年啊、第3年的时，我的兄哥讲，伊也要奉献做传教者。我听到的时，阮兜我上界受气。听哪较会受气呢？因为伫我本来的想法内面，就是讲阮兜2个后生吼，阮哥哥伊也摕我爸爸的退休金去到伫美国去读一个医学工程的硕士倒来，已经咧食头路啊。所以我想讲，我会通真正安心，互我的兄哥去照顾我的爸爸妈妈就好啊。所以呢，我去读神学院。当我的哥哥讲伊也受上帝召命要做传教者时，我伫遐真受气。我讲敢有影？但是后来上帝互我的兄哥伊非常的坚定，所以确实伊也行即条路。当我翻头过真侪年，差不多超过十几年以上，我搁回想即个代志的时，我才知影是啥物。阮兄哥要读神学院，要做传教者，照讲我家己已经咧读神学院的人，应该也嘛爱欢喜、爱感恩得是啊。但是后来我想着讲，我当时哪会遐受气？因为安那？因为我对上帝无够有信心啦。我会想讲大海啦。一个去读神学院就已经有够，阮兄哥去读神学院，搁要做传教者，阮的爸母是啥物人要饲？我有迄种的烦恼。但是上帝有缘，真正照顾阮的家庭。上帝有缘，互我的兄哥伊虽然毋是伫咱本宗的神学院读册，也毋是做咱长老教会的传教者，但是伊上帝引带，互伊伫台南所建立的教会，非常得到上帝的祝福。也引出真侪人来信主，因为安尼，我的妈妈今年已经85岁，上帝有缘照顾伊，嘛是真正阮兄哥咧甲伊来抚养我的妈妈，主要是我的哥哥。
我讲这段是要互咱大家知影，奉献虽然是听起来是真简单的道理，但是当咱每一个人去互上帝甲咱挑战的时，我倒发现讲，我敢若家己要奉献做传教者，我有迄个信心。但是啦，上帝调我的兄哥要做传教者，我颠倒无信心。亲爱兄弟姊妹，但是耶稣基督伊的恩典是遐尔大，伊本来是好囝，不有，但是为着咱诚做颂扬。今日保罗写这条批，互哥林多的教会嘛是要甲恁讲，虽然恁伫物质上是好囝，但是你若通为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加出一寡，加奉献，事实上也会通帮助恁伫灵性上会通搁较好囝。这几年伫新学院咧服侍，我发现新学院得到上帝恩典侪侪。不但是即个硬体的整修，事实上，阮伫这几年，我家己咧约，可能甲已经伫教育部入案有关系，阮用约的啦，无法度非常的确定。咱这几年每一年的招生内面，也拢有一寡非常优秀的人才来读新学院。咱伫即摆的大学硕士3年级，有一个是淡江，3年级有一个是淡江大学淡江大学的法学系的教授，法律系教授。伊毋是咱本宗，但是几年前因为上帝感动伊，已经早就含其他的基督徒老师咧开设教会。但是因咧开设教会这个过程，常常因爱轮流讲道。这个教授伊虽然是法律的教授，但是伊感觉伊伫信仰的装备无够，所以呢3、4年前伊来报考台湾新学院，即摆是3年级，你要毕业的学生。另外伫2年级也有一个是进前伫文化大学咧教册的教授，对德国留学倒来。但是伊家己咧讲，伊讲伊每一摆坐车经过咱即个仰德大道。要去上去到伊伫因文化大学的即个路，经过新学院即条2段用仰德大道2段的时，伊伫遐咧想讲：上帝啊，我敢是应该爱伫遮落车，敢爱搁坐起哩？伊心内海一直拢有一个感觉，每一摆要去驾车的时，伫即个路面，伊有即个感觉。后来上帝互伊下定即个决心，真正来报考。即摆是咱2年级的学生，1年级有一个学生。事实上，10几年前我做信徒神学系的主任的时，我就捌即个学生。伊迄阵是博士班的学生，后来博士完成了后，有去到几个学校教册。伫去年，上帝予伊一个恩典，会通倒来到伫伊本身摕到博士学位的台湾大学的即个兽医系内面来教册，是咱全台湾研究海豚甲金鱼的非常专门的专家。咱常常看到电视讲有海豚伫倒位搁浅，要去救，伊就是带头的啦。当然救海豚是真重要，但是即个教授伊家己咧讲，伊是真少年啦伊家己咧讲，伊伫遐咧救海豚的时，伊心内咧想讲我应该爱去救人啊，我应该爱去传福音救人，毋是干那伫遮咧救海豚。所以呢，伊伫即个情形下，伊对去年也来报考台湾新学院。现在一方面是台湾大学的兽医系教授真无用，但是一方面开始咧读新学院大学硕士1年级，伫我的小组的内面。但是我今日搁要讲另外一个故事，毋是干那遮会真有才能，遮会真够读册的人奉献互主耶稣。阮伫顶礼拜有办一个新学生活的体验营。伫这个体验营内底，阮有请一寡学生出来做见证，其中甲我所讲3个，其中有一个做见证，搁有另外一个学生搁较趣味，伊是咱即个泰雅族山顶的原住民，中文名叫做慧珍啦吼。当然，事实上，这慧珍甲这个名甲伊斗袂啥会起来，咱就讲中文名，伊的泰雅族的名叫亚素吼。这个慧珍。伊是因兜的第11个囡仔，无真侪岁可能还袂30岁但是伊是因兜11个囡仔。当因老母生伊的时，拢伫遐哭，
讲上帝啊，我遮侪囡仔吼是要安怎养饲？然后来伫即个会顶，伊国民学校2年的时，伊的老爸来中风过身去，所以伊的老母就搁较辛苦。所以伫会顶伊的记忆的内面，常常伊老母带遮个囡仔做伙祈祷，一面祈祷一面流目屎，求上帝来养饲遮个囡仔。即个会顶伊也非常辛苦，后来读即个高中是读职业学校。所以我后来问伊讲，你是安怎读册？伊讲拢尽量读迄个上介俗的学校。所以高中读职业学校了后，工作一段时间，上帝感动伊，要做传教者，所以伊就去读新竹圣经学院。新竹圣经学院毕业了后，倒去伫伊本来家己的家乡，伫迄个拉拉山迄个所在。所以伫拉拉山迄个所在，伊当然做社工方面的工作，帮助真侪人，帮助真侪囡仔。但是伊的心内面，伊感觉有一个感动，就是上帝爱伊做传教者，用福音的真理来救人。所以呢，伊虽然是足辛苦的家庭内面来大汉，真正无容易。后来已经家己咧趁钱啊，本来拢是靠别人的斗相共，斗法度生活嘛。后来已经家己咧趁钱啊，但是上帝的福音的热诚伫伊的心内一直甲催促，一直甲催，所以后来伊就工作辞掉来考台湾神学院。当然，这会顶伊家己有讲，伊讲伊算起来毋是真够读册的囡仔。考试的时，伊嘛毋知考会调甲袂调。但是后来感谢主，我听到伊的见证的时，阮老师足侪老师嘛，我感谢主讲，好佳在当当时有甲考入来。这会顶考入来了后，伊讲伊欠几啊年趁的钱，第一学期纳迄个注册费，纳落了后都无钱啊！无钱要安怎？嘛是靠上帝。伊也真够滚笑吼，咱知影有一寡原住民的兄弟姊妹真够滚笑。伊讲，所以伊本来想讲伊来读个小时啦，伊吼人一定会变较瘦，有小可夯呢啊吼。结果讲无啦，结果搁爱减肥，说我昨天下午还要去跑步。所以这会顶。伊伫上帝的恩典的经历的内面，伊安尼3年，即摆已经第3年，已经到明年的5月就会通毕业。阮听到伊的见证的是，所有的老师，当然有一寡老师考试入来时就知影伊即个经过，我因为我过去1年无伫学校，阮听到伊搁一摆讲起伊的见证的是，老师的心内非常的感动。你知影神学院的老师为着教册无用，为着爱做研究，为着学嘛学生较认真的，老师平常时嘛拢足严肃嘛，但是阮听到即个真正幽默，搁真正有信心的同学咧做伊的见证，听完，后来阮规个即个门徒营有做一个呼召的时，真侪人感动，决志要来读神学院。伫迄个会议伫迄个咱讲培灵会结束了后。我发现讲，其他老师有真侪人甲我共款，敢若平常时迄种真正紧张，平常时真正严肃的迄个面的表情，伫迄个时阵呢，拢变做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平安。本来老师甲老师咧讲话，袂真正自然，但是当阮听完这3个同学啦，当然毋是干那伊一个，3个同学的见证了后，阮老师。逐个人心内非常充满着欢喜甲平安。亲爱兄弟姊妹，我讲这个例是要互咱逐个知影，物质上的欠缺，毋是上介严重的欠缺。当然，咱嘛需要。亲像这个会顶，伊其实伊嘛是会咧想讲我第一学期注册了后，煞咧要安怎？当然，这嘛有需要。但是咱要讲的是，今日保罗伫遮经文所甲哥林多教会甲因勉励。物质上丰富足的人，伊会通过伊将伊的物质来分享给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伊会得到对耶稣基督来迄个灵命信仰上的丰富。同款，反倒另外一方面来讲，遐会伫物质上毋是遐尔好囝的人，但是伊会通过伊分享伊的信仰，分享伊对上帝的倚靠，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得到上帝什么款的恩典，当伊做出来见证的时，事实上这的见证会成做是一种非常丰富的功课，来分享予遐个
看起来敢若比咱较好额，但是伊心灵上可能有欠缺。伫以赛亚书53章第50安尼讲，基督已经为着咱死入十字架顶，因为伊所受的刑罚，咱得到平安；因为伊的鞭伤，咱得到医治。保罗今日伫即个哥林多后书伊讲，因为基督的善香，咱正做富足。我愿望咱所有兄弟姊妹会通通过咱今日保罗所讲即段经文，以及我所分享的即几个信仰的见证，互咱会通来想，咱会通为着教会搁较做啥物，为着神学院搁较做啥物。因为伫神学院内面，咱大家可能通知影，抑搁几当前，因为有上帝引带一寡信徒来帮衬，所以咱有遐个40-50年的宿舍开始一栋一栋咧修理。现在当咧修理的是男生的宿舍，即栋男生的宿舍是60栋，已经60栋。但是呢，即栋男生宿舍抑搁毋是上介旧的，上介旧的是伫神学院上介外口，咱讲的夫妇宿舍，因为伊拢油漆互做白色的，所以有人叫做白宫。迄个白宫是上介旧的。咱若祈祷上帝，愿望讲伫通过教会兄弟姊妹的帮衬了后，咱的宿舍一栋一栋会通翻新。我摇咱大概真少人抑搁咧住60栋前、70栋前的厝，但是咱毋通袂记住，神学院的学生即嘛是安尼。旧嘛无要紧，但是咱若知影讲迄个男生宿舍，也是讲即个白宫还袂整修的白宫，迄宿舍是非常的湿，非常的环境真正无好势。咱恳求上帝帮衬咱，互咱逐个人继续关心神学院。即个传教者，我家己讲，毋免讲得到啥物款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我真正愿望，咱即个将来要做传教者的，伊至少伫生活上会通住一个较健康的厝的宿舍，至少伊会通亲像咱一般人的生活，互因伫即个所拄着的即个物质上的代志顶悬，无有上过大的问题。通过安尼，因会通搁较专心来学习；通过安尼，因将来对教会的服侍，因会通哪来哪有信心。咱三甲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而乐感谢你。阮知影上帝你的恩典帮助阮，帮助阮的家族，伫过去来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阮不但伫物质上渐渐变成做丰富。阮伫心灵上也因为有耶稣基督你的拯救，所以阮知影上帝你的恩是尔尔大。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今日因为阮听见神学院的需要，亲像哥林多的教会听见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阮愿意将阮本身献互你，也将阮本身所已经有的，阮也奉献一部分来帮助阮教会的集体。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通过阮即种的分享，通过即种的相听，阮通得到上帝你可大的恩典。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先接续几句来报告神学院。我相信大家已经拢对神学院有相当的了解。我甲我伫我的讲道中已经拢有讲。所以神学院即摆上介要紧的一项代志，就是男生宿舍已经咧整修。即个已经有得到教会一部分的奉献，但是还阁无够额。伊真有可能愿望伫明年1月底会通完成。2月是新的学期，学生就会通带入去。所以愿望咱兄弟姊妹为着伊还阁无够的这金额来奉献。除了这以外，当然一般的经常费，咱也拢非常的需要。所以咱请所有兄弟姊妹将咱对神学院的奉献来放伫这个地仔内。剩的我想咱已经真熟，我就无搁加讲，多谢。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做伙来读2遍。因为已经有这号热心，就得到接纳，是照人所有的，毋是照人所无的。
因为已经有这号热心，就是得到接纳。照人所有的，毋是照人所无的。哥林多后书第8章12节。3角日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76首，圣诗376首。起立。请坐。奉献，请詹庆林长老、高子安长老、徐光武长老、林中进长老、高慧芳执事、谢秀雅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请坐。请看周报362页消息报告。今仔日为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特派陈上仁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陈上仁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5点，今日下午12点30分要举行中级学子小组，请中级来参加。第6点，今仔日下午1点40要举行宣教组的祈祷会，请宣教组的同工来参加。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周间的聚会甲下周的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伫遮我嘛代表董事会来向咱的上山教会兄弟姊妹来献上感谢，感谢咱的教会过去对新学院的关心，嘛继续来请咱为着即间学校来祈祷，因为经费真正是足欠缺吼，请咱做伙会当来为即间学校来祈祷。第二，咱等者落去1楼的是咱会发现吼，咱的少年组吼，因有伫做义卖。啊，因足高水的吼，因听着讲咱的教会要建堂吼，咱连建堂的什物计划拢还袂真焦全的时候，因就开始要为着建堂来义卖。吼，所以等下请咱兄弟会当落去吼，甲因支持。吼，因昨下晡吼，一直做甲吼足晚的吼，所以咱做伙会当来甲支持，嘛支持咱的建堂的事工。啊，咱即时咱嘛来祈祷，啊，咱为着今仔日咱所听到的遮个台湾新学院的需要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你带院的敬丰兄，为着你处理疗养的水明兄、秀霞姐、邓妈妈、公基姐、陈基雄长老。庆丰兄、春文兄、廖罗素梅姐，吼，今仔素梅姐嘛伫4楼遮吼，伊嘛有来做礼拜，咱继续为祈祷，为着以利、宝秀姐、慧玲姐、方梅姐、志晶姐、明理姐、阿淑姐、谢đình兄、富美姐、正雄兄、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荣兄、李翠老师家好姐，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互咱开喙，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集体，为着咱的新学院，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互阮透过今仔日陈牧师的教导，互阮搁一摆来得到提醒。主虽然阮真无够野，总是阮愿意奉献互你。阮相信在伫你要使用阮，无论阮奉献是偌济，无论阮奉献的是阮的时间、阮的材料、金钱、祈祷，主你拢要使用来成上帝国极大的事工。主恳求你来保守、帮赞，互阮兄弟姊妹会当继续为着教会、为着新学院来祈祷，所以阮相信教会也是新学院设立伫地面，一定有你极大特别的意思。主毋但是要造就传福音的工人，也要造就阮兄弟姊妹。主就恳求你帮赞，互阮会当时刻为着新学院也是教会的需要来祈祷。主阮若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有兄弟姊妹伫病院、伫处理疗养的，主也恳求你会当来医治、帮赞，也享受互因厝内人会当有健康的身躯，会当来照顾因所疼的亲人。主，阮也要将阮的兄弟姊妹中间，阮有心灵忧伤的，阮也恳求你来医治。主，恳求你来安慰、扶持。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姊妹甲因的家庭，拢有上帝你的看顾。主，阮将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头前的脚步，拢恳求主你会当引带，互阮每时刻会当行伫主你的旨意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7首，圣诗397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